五二节吼，五二节最重要蛋姐吼，咱就是爱全部甲伊布置甲足水的，知无？双日节，好来双日节要关的，这会怕。蛋姐，啊，七炸八炸，你炒啥啦？是你炒啥物？蛋嘞，你即摆你头先你创啊？你唔知哦，今日是五二节呢。五二节，啊五二节啊？啊五二节，咱就是爱布置啊。有过节的感觉。你两个搁敢讲？啊，布置这种这尔简单的代志，你搁请一堆人来甲恁斗相共，你唔知影这开钱啊？爱省钱，你唔知吗？今仔日拢唔免开钱，我知影你这个人足当生的，你无可能开钱。啊，我就想讲吼，我补助一直甲你提，我嘛感觉足歹势，所以我今仔日挑工请我的朋友、好朋友，为台中来的朋友来甲你布置一下。安尼哦，免为斗相共的啊啦。哦，来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。小朋友看头前大声讲出，咱是啥物队？咱是东岸无电队。自我介绍，我是吴东，我是冰蕊，我是浩安，我是郑莹。哦，恁好恁好。哦，哎，安尼五二节一定要穿粽啊！五二节粽敢穿好？你吹啊，我吹啊！有吹啊！你看，阮就是大心啦。我来讲，有这个北部粽，北部粽有南部粽，还有鸡粽，鸡粽，哦哟，啊，敢有人要食粽？抢！来，家己摕，家己摕。你要啥物粽？嘿嘿，有吗？土豆腐，土豆腐啊！我爱来咱土豆腐啊！哇，赞！你要食，还是要包等来，五二节快乐啦！那我手给安那，袂歹吼，袂歹。听我包诶！哦，拜托，我这叫准备中破菜呢。真正包粽就爱这种专业的。还是要甲恁请教一下，恁敢有法度分辨北部粽甲南部粽？北部粽我应该是用吹的，啊，南部粽是用煮的。北部粽食起来较一粒一粒，啊，南部粽食起来就是较黏嘛。哎呦，搞呢，包只水嘞！表示你平常是真正有足爱食粽的吼。会分别了真清楚的，我拢免特别搁介绍啊。咱五二节一到，遐蠓虫、家蛇、夜光蛇拢会走出来，啊，传染病嘛较流行。所以哦，咱伫这个五二节这个节气，拢爱特别注意。所以咱才会拜这个肉粽，啊，甲祖先讲祈求一切通啊拢平安顺利，通啊度过这个难关安尼。哇，尊长多谢恁分享，我一定会注意家己安全。哦，一定爱注意。肉粽我嘛差不多食饱，啊，布置嘛布置好啊。我今日来遮，就是要来摕补偿的。咁要摕补偿？一定爱摕补偿啦！我拄则足辛苦的呢。摕粽，我都摕粽。对啊。补偿嘛是共款啊，无这有你这。哎，这加过嘞。我今日继续食啦，我无。好啦，摕补偿。伊拢经肉食条。真的哦，这好紧。今天你肉食掉，你肉食掉，你敢若剩这个米，煮米要互阮食，这好紧的。补偿啊啦，没问题哦。因为吼，毕竟一开始有甲咱布置，而且佫无收钱。是啊。好啦，就互你来挑战啦，啊，你欢喜无？啊，毋过会对袂对，就靠恁家己的本事哦。好。来哟，准备接招，请来吧。台语上咧等，人仔顶的两个人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作答的人讲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跋落来进前看有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答片。若惊险，就赶紧落来休困。我补偿，恁就摕袂走啊！内面有一位小朋友，听讲真够主教哦，是倒一位家己自首哦。哎，唔是你，人讲小朋友是你啊？哎，你捌煮过啥？煮三杯鸡，三杯鸡哦。啊，你通啊大概形容一下，迄个过程安怎煮？就是老师会先甲迄配方调配方，嘿，调好，嘿，啊，互咱先炒鸡，啊，较个炒鸡吧啊。啊，较个甲迄配方倒落去。啊，你敢捌伫咧厝诶煮过一出菜后，厝内面的人食？有啊。啊，煮啥？
就阿母夹菜用用的，给我炒。哦，袂歹咧，这细汉就开始咧斗相共煮食，真搞哦。好，啊，咱即摆要来考验的，甲食的完全无关系。到底过关无？准备就交现在噶。哎呦，来哦，来看一下，几几个字？两个字，下课的时阵会当拍物件。拿球赞哦。这准。几个字？两个字，包了出来啊！但是你拄着你就会甲伊问讲你。晒你拄到一个人，你会问伊讲安怎？这 bonus 按细你讲哦。有当时是伫中昼的时阵，中岛。食饱无？哇！赞哦。我 bonus 掉地去啊！几个字？四个字。是阿母拢会去买物件的所在。阿母拢会去买有物做侪人，啊做大间的百货中心，百惠对，水。恭喜哦！恭喜对对。两个字，什么笑的 pass。哎，pass。 pass 啊！几个字？两两个个字，字，阿爸要去上班的时阵会挂伫阿妈困的。领导，哎呀，哦，厉害。几个字？两个两个字是白色的，白色的呀，白色加两个字，对，白色白色的甜的。啊，鸡吧。白色甜的哎，谢谢。啊，白色两个字，让落啊啦，啊那这无啦，伤紧啊，手紧啊！太紧啊！来，复习，咱来复习看卖啊。安怎念 bonus？食饱。爸妹，而且好安形容了真好，中昼的时阵，拢会拍招好的一句话，对无？食饱未？食饱未？食饱未？这嘛是咱台湾人真爱讲的一句话。招好，就好者。辣椒，辣椒，对，会飞嘛？会掠鸡。啊，掠鸡。有这个游戏哦啊，哦老鹰抓小鸡，老鹰抓小鸡，鸡人真多。哦，鸡人港拢会海边有真多，拢会伫遐4块链当伫遐飞来飞去。好来讲吧，恁拢总摕到4题，啊，毋过头先 bonus 摕到一个大片，佮加一个大片，就是2块大片啦，请我摕。当你去摕两块大片。好，小朋友来遮，咱来看后壁，看卖看要搭伫咧倒位哦。迄是啥物动物？哪一样的？龟乌甲文斑。轮班。哦。水好，哦。舞动来遮。第一关就恁摕到2块大片，来哦，随来进行后一关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听我来讲故，这关要来考验恁讲故事的能力。队员虽然抽一张牌啊，甲牌啊顶面的物件连做一条故事，2回合看会当讲到几条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大片。我上介意看你上脑筋啊啦！咱要做伙来讲故事啊！是。请问一下，谁的台语能力较强？伊像好安甜哦。蜜哦。甜蜜哦，福安阿甲哥，阿英。阿莹啊，哦，啊，你是安怎安排这个队形？啊，因为啥物讲？啥物讲？因为就是差不多咧饲的时阵，就是较袂唔知影要安怎开始，就想讲互队长开始。好唱嘛。哦。来，唱嘛。有一句俗语叫做“请鬼摕药单你真看话耶！别安尼讲，人一直咧进步啦，哪讲哪好呢？阿紧，我嘛是足期待今仔日的故事啥款，来，请张牌，”。来啊，药单摕者，药单摕者。来哦。我大概用就是哦，就介意这个单元的。好，来，请掀开，甲念出来。新闻本色，飞龙机、画图、水饺，哇，飞龙看起来这个词应该拢是无介困难啊，啊，毋过要甲倒做故事的话，伊迄个有合理无？咱来听看下，到底这个故事会安怎来开始？现在个。咪咪透早起来的时阵哦，发现今仔日是国庆日，所以啊看新闻，看国庆日有啥物活动，啊是啥物表演。啊，毋过吼，这新闻看过来，感觉有淡薄仔无爽快。啊，伊就去便所流屎，流完了转去看电视。
看到电视在播飞行机的代志。代志嘿，看完了后，我去画图。伫咧画图的时阵，拄啊好，阮阿母摕水饺来互我食，讲咧画图的时阵，嘛爱食有饱，才有气力当画。好，爽！来，我讲阮最好诶，阮最好诶，阮表现甲最好诶。虽然一直你家己洗脑，我就好，我就好。虽然这水有贵，但是嘛有新队友。对。第三题遐敢若无啥物发挥着，对。伊敢若讲伫咧便所看飞行机的代志，安尼尔，因两个中无这个很秀。嘿，很俗。无延续嘛无接落去，对，接了无介水啦。嘿啦嘿。啊，再来画图的部分，头先是安怎？伊讲伊看了迄个飞行机了后，伊就想要走去画图，想要想想要要画画图啦。图。才无念做伙。所以这嘛爱靠半个，嘿。靠半个。啊，水饺这部分就免讲啊，想要家己加一对个，啊，毋过别咱袂使加一个。你讲了真好，哎，咱抱声甲吹一下，好安。好安上。厉害！加我讲，好，安尼，咱第一这题，拢总就是靠一个，嘿。靠一个，啊有想要换位无？我中。啊，安尼哦，好，收卡，好来，是好的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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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抽牌，哎，这广告书真正会破掉命。一人一张。请掀开，来一个甲读出来。中平两皮电台，网啊龟电话卫生纸，这要转来。网仔龟啥知无？香瓜，哈密瓜，哈密瓜，你看伊的画皮哦，像爱一格安尼啊。网仔龟，嘿。摕着机啊，甲通讲话哦。请开始，现在卡。阿爸今仔日暗顿带我去食龙虾，伊边食龙虾边听电台。听电台。啊，电台拄好咧讲吼，日本的网啊龟足甜足好食的，啊伊就想要食看卖。所以我就拍电话叫我伫日本的阿姨买网仔不龟互阮食。我听到这，我嘴软就要流落来啊！想着就感觉足好食的，我嘴软，佮无说你滴着我的肚仔顶面，我紧去摕卫生纸来甲伊切起来。哇，好爽！感动呢，那用这感动啦。我感觉这故事其实介完整，啊，不过有一寡发音，就是网仔龟这个部分。龟。第一这个电台的部分啊，嘛是发音的部分。啊。伊头先是讲边听电台边安怎，其实爱讲哪听电台哪安怎，你讲一解。哪听电台哪食龙虾。嘿对，安尼就有标准啦。真好。真好真好。好。好啦，其实拢有真好的分数，因为因其实有去调整啊，有调整过，咱就莫遮严格。靠头先个地落啊，拢总得到9题，通啊摕到2题大便。好啊，你去摕2块大便。来，下题。好啊，你去摕，来小朋友来吃，咱来吃，来看伊要搭伫咧倒位哦，来这所在。来，这是手蛤仔甲马祖鱼。拢会用记哦。哇，会当刷落来。好，来吃。好，后一关准备接招，音乐卡。选你无唔对，一关要来看影片，影片内底会出题目，恁就要来判断，看倒一个答案才是对的。若是选唔对一摆，就会失去2位队员。探险队，我就要来看卖恁有偌高选。想要请问所有探险队员，恁敢捌看过古早厝的厝遐？有啊。厝遐伫倒位知无？伫倒阮兜附近遐嘛是有公主庙。公主庙哦，对，较古早式的建筑，拢会用遐来起厝。啊，即摆要带大家去看的是南部唯一一个小遐的工厂，咱做伙来看卖去。
大家好，我是非常的自律会大兴，今日来到这个所在啊，是高雄最有名的虾油哦。这个林小姐有传细项物件要给咱食呢，来试看卖用咱这个迷你的迄个灶做出来的卵，看有熟无？这是真正卵呢，而且无想到用这遮尔细的灶，竟然有法度把这粒卵蒸好熟呢。是。啊，搁有林小姐，就是我头拄啊咧行入来时，我就发现讲，咱的外口啊一定看到一寡伫个。装卡才看会到迄种厝叶，所以我就想讲是安怎咱这个所在啊，会当适合来迄个烧咱的这厝叶。哦，其实伫咱大树遮啊，较早因为黏土啦吼，也是讲阮叫做抾土，吼，就是做庄啊做遐即个原料，吼，伊是算讲介丰富，吼，一种叫做岩尾庄。岩尾庄，较早人的迄个想象力较丰富吼，所以伊就家己号做讲像椅仔的尾。即块庄啊，为什么有即个乌色的唇？吼，就是因为伊伫即个烧窑的时阵，伊特别甲庄啊放较无共的即个位。即个物件呢，其实叫做滴水。咱来看卖影的哦吼，真啊若是拄着落雨天的时阵，吼，咱的雨水吼就会为遮流落来。对呢。啊，你会当看到讲，咱的雨水就会顺着即个三角形尖尖的即个所在，哦，雨水安尼滴落来，哦，所以叫做滴水。啊，伊嘛有另外一个会听起来介水的名，哦，叫做水莲。讲到咱的即个虾啊，我就想到一个问题要问大家哦：10条葱花8条膏，10块虾片探花头，大家敢知影是咧讲人的倒一个部位？人的倒一个部位？这个敢若有淡薄仔困难哦，来看卖下者。阿英，你感觉倒位？手吧，手哦，就是手手10条，因为有指甲清楚片片的。 8条膏嘞。 8条膏，因为叫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 Come on 呢？你甲因讲，咱的答案是啥物？手。快点。快点。敢安尼？你甲因讲，咱的答案是啥物？手。快点。快点。敢安尼？无唔对啦，来，来手摕出来。有几支？正巧啊，10支。伊这就是菜花嘛。啊，种做爱有水嘛，水就爱有膏，膏有8条，对。啊，虾片就是咱的啥？真真假？哎呦，那才够啦。好，安尼马上来看后一题。是我头拄仔做的金马厝，因为啊，伊这个字啊写做做成金马的金，所以啊，我感觉我以后若住咧内底，我就会赚大钱哦。林小姐，你感觉看起来敢有像金马厝？哦，是哦，你做了真好。啊，其实咱较早的人，你起厝的时阵，因嘛是拢会用到一寡足好的艺术伫咱的这个厝内面，咱的这个花汤，你来看卖啊，你感觉伊这个像啥物形？花汤，我感觉伊看起来像的是。月饼哦，中秋节要到啊，所以你就想要食月饼。对啊。其实咱这个花汤呢，伊是咱较早的时阵用的迄个当钱哦，嘿，当钱的形。所以你若伫你的厝内面放这个金钱的花汤，安尼你就当感觉讲，我住伫这间厝，我就当赚大钱。啊，就甲我的金马厝同款的意思。是嘛唔对？安尼我才来考你一个。好，咱这个。花汤的名叫做柳条花汤，但是伊的这个形跟伊的名其实是略啊有差别的，所以互你来约看卖啊，伊这个形有代表啥物好的意思？我想看卖哦，顶悬写足侪人，而且都是用伫咧厝内，安尼到底是代表家和万事兴的意思，还是子孙满堂的意思咧？子孙满堂。满堂。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家和万事应该是子孙满堂。你有你答？我嘛有我的答，啊，但是因爱有恁的答案。好啊，你感觉是倒一个答案较正确？子孙满堂，因为人就侪，也先有人开当家和万事。
小有人才有加号万事兴。阿英，你感觉你有其他的答案无？无，我即嘛是小港。你嘛是小刚，你感觉是子孙满堂？啊。所以恁选的是子孙满堂。敢安呢？再会。有无？敢听嘛？哈哈哈哈！你就是会了断呢。白大的头先已经互你真大的提示啊！一支啦！好，来，咱做伙来看一下。你看伊的外形是不是有参照人甲人牵做伙？嗯。有无？迄就代表团结。啊，这个藤仔花就叫做柳条。啊，柳条佫有柳条的意思，伊迄个音足相像的，所以嘛是有团结啊，人和合家平安的意思，所以是家和万事兴。好啦，恁拢总摕到一个藤仔摕到一块大片，请摕。来，阿英，你去摕。我要大灯谜。让阿英教。好，阿英教。好，拢总是摕到5块大片，敢摕到宝藏嘞？进来个。要来看恁的运气到底是好还是歹啊？对。来，这大片敢有想要换位的？要调整一下吧？免吧。敢有需要阿英？免。免啊。免。所以是阿英要来代表背。是。若是无着，你会感觉讲啊，是不是我的手运气无介好？因讲因想要迄个金箍箍啊。啊，这么样？啊，无安尼啊，我甲这两个摕掉。安尼好无？免哦。嘛是爱努力拍拼。好，来，阿英甲手放去。我讲请背的时阵，你较背落。爱超过1人才有准算哦。到底敢摕到宝藏嘞，还是金箍箍？请背。哎呦！无摕到宝藏啊！你本来就要变金箍箍啊！来，赢啊！外口无的。我第一个拄到，背到金箍箍，好安是安尼。因为这哦，外口罕得买。外口买无，外口无，这是阮特别。虽然无摕到宝藏，我是真欢喜。啊，你嘛足欢喜，唔知你欢喜啥？无大家简单分享一下，今日来到这咧耍游戏，摕到金箍箍的感觉。无好耍的啊，摕到这嘛足欢喜。是啊！哇，好安真正在。不感动的。各位小朋友，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到底讲台语。来回。继续讲。